大家好，我哋今日玩呢個 Drive X 一個好神嘅遊戲，睇下又只有幾十。如果呢啲係嗰啲有刺激性嘅小朋友，記住唔好玩直嘅，因為會影響你同埋呢個係。如果覺得呢條片咧好睇嘅話咧，記住 like 之後 comment， 多謝。就係咁啦，呢度其實有好多種嘅紐約啦，紐約同埋呢個空中測試嘅地點，我覺得幾好嘅。跟住有個翻車，就係咁真實嘅，就係咁啦。之後咧，周圍有好多嘢。这个一定是给我当停车位的。可是我以为你要直接冲下去。我们还是要守规矩的。哎，你就这样下去了？我是要走步道的呢，是不是很像那个《正义少女》的那一个？真的可以上吗？我可以上去吗？可以耶！太看漫画，等一下，有看到画面呢，做的太细了吧？好酷哦！